小姑娘，你又来啦？还是没弄明白。你一个人来学没关系，带这么多朋友来，我可是要收学费啦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看你学半天也学不会，我们来帮你学喽。要不是宇哥偷偷告诉我们，我们都不知道你一个人在默默想办法呢。小陆，你这样可不仗义哦。就是啊，虽然说天文社暂时保住了，但咱们的主要目的是进天文台呀。你一个人不行，咱们这么多人总行吧？俗话说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。抢词儿啊你！咱俩要不劝劝他，换个办法。就是啊，照这个进度，咱们毕业了都进不去。巡3圈了，到点下班喽。有点饿了呢，要不咱俩回宿舍喝点儿？喝点啊，喝点啊。走呗，走。我踩过点了，他们一般都是10点半下班，第二天早上4点半才上班，这期间都没有人。他们走了，走，摆住。怎么样？这把锁有点生锈了，没有那天试的那把新锁好开。别着急，我们大家轮流试试。你说你喝这点酒就不行了？宇哥，我这扛不住了，我能不能眯会儿？一会儿。我说我不喝，你非得让我喝，哎，头疼。走，我带你透透气。我这次好像摸中第3颗蛋子了。3颗？这锁怎么锈的跟沉香脑袋瓜似的？沉香不开窍，他怎么也不开窍？这把锁一共有7颗担子，1、3、4较长，2、5、6较短，第7颗居中。我再试试。哎，保安大叔回来了！保安大叔回来了！保安大叔回来了！赶紧！别急，快！开了。你们干嘛呀？快！快跑！站住！跑不动了，我这喝这点酒你才这样。快点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快起来！啊！你们哪个班的？别装这干啥？动手干什么呀？你快走，我断后。快走！宇哥，快走！快！别跑！
松手！哎，你松手！松手！站住！别笑了，快跑！站住！说你呢，别跑！于哥，你刚才够帅，裤衩也够帅，不过还是不够我帅。我给你一电炮啊！哎，不是，我刚刚是眼花了吗？那个地儿怎么没有天文望远镜啊？那个特别贵的天文望远镜哪儿去了？天文台里根本没有天文望远镜，可能这才是天文台关闭的真正原因啊！林千羽今天的样子，像极了漫画中这个人。难道他就是我要找的同盟者？咱俩上那个天文台干嘛呢？我也不记得了，这图符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给扯下来了。哦。哎呀妈呀！下午一身汗，他俩没认出来吗？是吧？我昨天闻着他俩身上一股酒味儿，估计是晚上喝酒了，要不然怎么可能下班了还回学校？我还以为今天会被全校通报。昨天晚上做梦，教导主任让我们写10万字的检查，还要用文言。我边哭边往上套《滕王阁序》，结果发现《滕王阁序》我也不会，活活哭醒。昨晚得亏韩露在逃跑前把天文台大门锁上了，要不然咱都得露馅儿。哎，我跟他们仨说一声，告他们警报解除。杨哥，说好了咱们俩一起扫天台，我这都快扫完了你才过来。我去你们班看雨儿姐的脚伤了，你歇着吧，接下的我都来扫了。我发现你最近对我们媛儿姐挺上心呀，平时看着弱不禁风的，昨天背着媛儿姐跑得比谁都快，怎么，春心萌动啊？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拉倒吧，你自己看看，你哪次见到媛儿姐不脸红啊？在你8中情圣面前就别装了。今天免费为你答疑解惑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，小饼干。真被我给说中了，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羡羡。我跟羡羡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早就不把对方当异性看了。那媛儿姐呢？你为什么喜欢她？媛儿姐，我一开始挺怕她的，但后来我发现她人特别好，喜欢吃我做的小饼干，跳舞好看，笑起来好看，做什么都好看。但是媛儿姐，她会不会？不过你这款有点特别，我还真有点拿不准。总之，我的建议就是啊，做你自己。杨哥，你能具体一点吗？就是以前什么样，现在还什么样，心里怎么想，你就去怎么做。我看好你，把握住机会。扫吧。17世纪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于1665年创作了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。
这幅画呢，色彩非常明艳，它的头巾有蓝色和黄色组成。最点睛之笔就在于它有一个珍珠。你们说，那么大个天文望远镜，怎么能凭空消失了呀？我也想不通。要不咱们今天吃饭的时候找于哥聊聊这事儿？别！咱们这周能不能自己吃啊？我暂时不想看见林千羽。怎么了？于哥不是挺好的吗？昨天要不是他呀，咱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哎呀，我知道。你们看，老师讲的这幅画叫什么名字？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啊。是。但我已经无数次的把它看成了穿红色裤衩的少男。林千羽昨晚的形象对我纯洁的少女心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。我对于哥昨晚的行为感激涕零，但感激归感激，视觉冲击归视觉冲击。拜托了，让我缓一周吧，就一周。行，但是别忘了这周末于哥过生日，你总得去吧。去不去啊？你去我就去。去。那好，那我去吧。根据这幅画中描绘的信息，我们大体可以推测出这个人物的画中人的身份乃至会是林千羽吗？情书总有遇到我出皱痕，就变得会别人都干活，就你这儿偷懒，林千羽。这叫摆盘。我有剪刀，给我拿剪刀去。摆好了，拿个剪刀。嘿，我赢了吧？行，肯定是他们仨来了。请进，欢迎。生日快乐，于哥！这个是我们给你买的生日礼物，谢谢。哇，还是黑红配色的，你们太会挑了，太酷了。小雨啊，爷爷奶奶做饭，好好的招呼同学们啊！哎，爷爷奶奶，我来帮忙。玩什么？这条裤衩呀，它的出镜率也太高了吧！没事，习惯就好。如果林千羽真的是同盟者，他隐藏的再好，总会有蛛丝马迹。干这事。哎，莲姐，你醒了？我快坐呀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莲姐，你坐这。好。莲姐，这位是刘一茜，我们平时都叫她茜茜。厨房里干活那是方大雾。这个是小鹿，你们之前见过的。原来这就是宇哥的姐姐啊！姐姐，你好漂亮呀！谢谢，又见面了。我看大家都叫你小鹿，那我也叫你小鹿吧。好啊。对了，你们想吃什么零食吗？我去给你们拿。哦，喂，不用，姐，你不用招呼我们的，我们自己看会儿电视就好了。如果能找到2000年左右林千羽的信息就好了。芊芊姐，你们这张全家福拍的挺好看的。那个是我爸妈调去省城医院之前特意找的，想说留念一下。你们看，这林千羽小时候长得跟个土豆似的，那时候她可矮了，才到我这儿。真的？你们别听他瞎说，我也就是1、2年级矮，3年级以后我就突飞猛进了，好吧？你比我高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应该比我高吗？你俩不要被他这个帅气的外表迷惑了，撕开这层伪装，他依然是那个小土豆。真可惜，没看过林千羽小土豆时期的样子。不过这张照片上看起来也不矮啊。
能看看别的照片吗，姐姐？哎，芊芊姐，家里边来客人的话，标准招待方式不应该是翻相册吗？反正我家里来客人的话，我妈就会把相册拿出来，顺便呢再把我从小到大的丑事全部讲一遍。那咱们要不要也？咱们也把林千羽小时候的丑照拿出来看看。我去给你们拿。好呀好呀，谢谢。在这里。姐姐，你坐这儿。好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林千羽小时候毕业照，当时他们3个就一个班。这个是他们冬天的时候打雪仗的照片。哎，宇哥在哪儿呢？你仔细看这图儿，是被埋雪里了。哦，就这个黑点儿啊！你别给他们看那些呀。那你什么事儿？打游戏去。哎，赶紧的吧！隐身山就配合大法师暴风雪突袭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芊芊姐，这照片上的日期准吗？准呀。那他手臂上这条疤，99年末的时候还没有，2000年初突然就出现了，是在这期间受了什么伤吗？姐，你别给他们乱说了。哎，孩子们，开饭了！凳子，来了。这菜没人吃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不是。哎，我爷爷和奶奶还有我姐都睡觉了，咱们出去玩吧，别打扰到我。哎，走。那我先上厕所。还有你快点，我也想上一个。哇，还有礼物啊！你不是做完了吗？哎，这可不是给你了，这是给卜寒露的。我过生日你给他，人家上次帮我那么大忙，我总得表示表示吧。我给他买了一个最近超火的蒙奇奇娃娃，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不过我并不打算给你们看。我说呢，刚在店里给于哥挑礼物，你去卖娃娃那转悠半天。哎，你真要给他呀？当然了，他肯定不喜欢这个。他肯定喜欢，他肯定不喜欢。哎呀，你们听我说，韩露不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把包给我。对，不喜欢。哎呀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哎呀，赶紧！啊！林千羽，你们家厕所门怎么打不开了？啊，我家厕所这个门最近有点坏了，总是自己上锁。你等会儿，我去找钥匙。这些都是什么呀？你们吵吵嚷嚷的，做什么呢？找到没有？哦，来了！找到了，来了！你们干嘛呢？没事啊。哎，林千羽，你不是说要出去玩吗？咱还去不去了？去，走吧。走。哎，走。姐姐再见。走啦，姐。姐拜拜，芊芊姐再见。
啊，咱们都已经溜达这么久了，想好去哪儿玩了没啊？其实我不太想去了。我也是，看这个天气，咱还是都早点回家吧。你们要是不去，我可回家写作业了。你们跟我一起回去吗？我要去格子部看店。我跟欣欣一起，我去拿东西。好，明天见。你们怎么看？所以，传呼机里的内容，是我们想的那样吗？时间太短，没仔细看，但很明显，这些年他一直都在用那个 BP 机跟他的姐姐联系。上面信息说是什么星，金鱼座替星。心理治疗是妄想症的主要治疗手段，包括个体心理治疗、认知行为治疗，还有团体治疗。鲸鱼座替星属于恒星，距离地球12光年。他最后一条信息是在他生日那年收到的，那个时候连传呼台都已经停用了，他那 BB 机怎么收到的消息？而且韩瑜姐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，那这些年是谁在假扮她？又是谁一直假扮韩瑜姐给韩露发消息？更可怕的是，他不会一直以为他姐姐还活着，而且还是活在外乡。很有可能。那我们要不要告诉他真相？你说了他会信吗？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，韩露会不会越来越……姐，你托金木做的这个传呼台，到底是用来干嘛的？你们看到那个 BP 机的内容，是不是都很惊讶？看科幻小说都没这么惊讶。按理说，捕韩露的那个 BP 机应该是什么消息都收不到了，除非有人给他造了私人传呼台。姐，我没跟他们说你有这个东西。我记得年初的时候，你特别着急的找到我，问我有没有认识懂无线电的朋友，我就找到了金木老师，托他给你做了这个东西。你当初让我什么都不要问，我也就什么都没说。可是现在想来，你当初着急的时候，正是 BP 机大面积推出市场的时候，而捕韩露的份额马上就要到了。对吗？你答应我件事儿，我就把全部的秘密都告诉你。你先说是什么事儿？先答应我。你先说。爷爷奶奶，林千羽气得我头晕。我答应你，答应你，从小到大你就会这一招。什么秘密？你说吧。那这个故事有点长，从哪说起呢？就从《灌篮高手》开始讲起吧。
哎呀，我闪到我了。新来的，脾气还挺大。哎呦，你吵不吵啊？我要换笔法。抱歉啊，抱歉啊，抱歉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这是台版啊？啊？跟我们那本简体中文的好像译的不太一样哎。你也看《灌篮高手》啊？岂止是看啊，我倒背如流呢。313绕床，都几点了？休息。你的漫画能借我看看吗？看吧，但是你轻点翻，你别翻坏了。能再借我个手电筒吗？就这一个了，还是背着我爸妈私藏的。过来，一块儿看。来。大早上起来就没人了，跑哪去了？芊芊，芊芊，林芊芊，快下来！我骑车带你去兜风。卜寒雨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跟着我就行了。你骑太快了，你慢点骑。这样才有飞的感觉啊！确实有。漂亮吧？嗯。我今天早上听广播说这条街上的花都开好了，我就想着赶紧回家骑车带你过来看看。唉，这风吹着可真舒服。自从住院之后，好久没有出来玩了。这花开的真漂亮。所以，咱们俩一定要好好治病，好好活着。那明年再来这里一起看花。说好了啊，你可不许抵赖。好。小雨醒了。慢点。躺旁边床那女孩呢？听说是颅内压升高，送去抢救了。我给你倒点水啊。小雨啊，中午你想吃？小雨，
林芊芊，你不会有事的啊。对，我不想坚持。我最喜欢的是流川枫，我还没问你喜欢谁呢。仙道。糟糕，竟然是宿敌呀！说好的接我看全国大赛卷，你得陪我回来一起看。卜寒宇的出现，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我还活着，可那个充满勇气的女孩却离开了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，你是受卜寒宇之托，这么些年一直在给卜寒露发消息，伪造出了他姐姐活在外星的假象。小鹿一开始是知道姐姐生病的，可有一次卜寒宇差点没抢救过来，小鹿才知道，原来姐姐会死。他知道之后不哭不闹，反而要跟着姐姐一起离开。从那之后，卜寒宇就回家了。他告诉小鹿他的病好了，小鹿也就深信不疑。我猜，这种情况下，卜寒露肯定没见到卜寒宇最后一面吧？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年是千禧年的第一天，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，而卜寒露永远失去了姐姐，我也永远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。那一天对我们来说就是末日。故事讲完了，姐，你要我答应的事儿是什么？